针对这摆凯米洪台对全市造成的饮水灾情如何应变检讨，议会昨号伫临时会召开专案报告，其中北江溪溃堤造成咸水后壁顶区域变成重灾区，嘛引发救灾过程未符发便当的民怨，甚至在后3礼拜也未看入去，要求咸水区长落台。律师议员全会伫会中就要求民政局制定天灾发放办法，伊嘛自愿做便当发放局局长来解决长期问题。便当大概天然灾，大家跟你选讲无便当来食，有诶3节无便当来食，你嘛放心是吧？你的二公所从你也200公尺，你嘛无，上局嘛无爱派长者去送便当。我感觉无理啦吼，因那啲啦便当快嚟搞，会出来就是恁搞，无你即马甲成立一个局，搁这台南市便当发放局，我来做局长，我议员卖做，这便当我来处理，统筹处理。20几人来，便当拢毋捌一家有解决问题，拢有灾民，无人食，啊，有诶3档，有诶4天无水，你嘛感觉无啥要紧。其实，如果自己有管辖，在未来可能物资送达的时候，在社区里面或许可以协助来帮忙送，淹水户可以送达这些便当的问题。所以，希望讲到对这个交法以往是谁在补助？希望讲咱家淹水，比较容易淹水的地方，我们希望都可以补充，他们都各区公所里。可以来补助有那个交法的部分来协助社区未来如果防范未然，如果未来有发生什么天灾地变的时候，可以做这样的协助了哈。面对哪里纷纷检讨伫天灾第一时间物资的发放加消防救援的配备，律师副市长叶铁山嘛做出回应。在这一次的送餐的过程当中，因为巴掌溪的一个溃堤，所以其实速度很快。所以造成区公所四处调用这些便当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不容易。那再就是说，同时又要救人，又要送餐，所以也会造成说，消防局的同仁当然是以救人为先，所以送餐当然在这个时效上会比较慢，所以有很多的这些灾民们可能在拿到便当的时候已经是过了中午一段时间，所以这部分是非常非常的抱歉，但是也请我们的民众能够理解。那市府未来在有关这些遇到这些灾情，如何让我们在救人救灾以及这些所谓的送餐的过程当中，如何加速，如何让它分工更加完备，我想这个部分都会纳入我们市府相关单位的检讨。议会临时会召开专案报告，除了开放重灾区的议员针对农业灾损补助，除了要求市府一定要苦民所苦，提高救助金来解决民怨以外，各区的议员嘛针对所属的区域来检讨治水成效，特别是地势较低所在，如何彻底解决饮水的痛苦。台湾新闻，阮志林英光采访报道。